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和伊朗是达成换犯人的协议，华府同意解除伊朗资金，计共有美金60亿，所以双方再互相换转去5个犯人。 全机背告杜哈，美国驻卡达大使戴维斯亲自迎接。5位有相中国籍的美国公民拄则自德黑兰离开，将会经过卡达登去美国。因是美国政府同意解除伊朗被制裁冻结的60亿美金资金交换条件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讲，这个为被关伫咧伊朗的5个美国人总算会当登去厝的。美国也释放5位关伫美国的伊朗人，其中2个已经到德黑兰，另外3个未登去伊朗。 باشیم و این موضوع به حساب مورد اعل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 دوست در منطقه به طور کامل منتقل بشه و 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تواند به طور کامل به اون 由卡达做中人，经过长时间协调达成的罕见的协议，解冻的60亿美金伊朗资金是美国自2018年制裁一部分。迄当阵，川普政府退出甲伊朗的核协定，资金伫南韩被冻结。这边交换行动是毋是有法度，互2个国家意见无同的问题会当得到解决，也毋知。 分别包括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对地区世界派民兵的支援、美军伫咧波斯湾地区的动作，抑个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英国共和党批评，伫咧伊朗对美军抑个中东盟国的威胁愈来愈严重的时阵，美国政府安尼做是帮助伊朗发展经济。 We've been focused on working independently to bring these Americans home. At the same time, when it comes to perhaps the number one issue of concern, which is Iran's nuclear program,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get a sustainable, effective result. 美国财政部门网站18显示，美国对伊朗前共和派总统艾马丹加甲伊朗情报部门实施制裁，相关措施是2个国家同意交换犯人。 根据一项甲急切连接有关的美国行政命令所提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情报部门现有制裁的外加措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